各位叻媽教室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同大家傾一個好沉重但係好現實嘅話題。如果你已經買咗樓，但突然之間財務出現問題，供樓供得好吃力，甚至就快斷供，可以點算？叻媽知道呢個情況，好多人都有可能遇到，可能係因為失業、減薪或者屋企有突發事情。不過各位觀眾，記住叻媽一句話：凡事都有出路。今日呢，我就同大家詳細分析6個解決方案，等你知道前面仲有好多路可以行。首先，叻媽要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如果你發現就快斷供，千祈唔好逃避。我知好多人一遇到財務問題就驚到唔敢面對，收埋銀行電話，連信都唔敢拆。但係各位觀眾，逃避只會令問題更加嚴重。銀行通常有呢一個流程，逾期1至3個月，銀行會開始打電話寄信催；逾期4至6個月，銀行可能會發出律師信，甚至開始收樓程序；逾期6個月以上，好大機會會俾銀行收樓，所以越早處理越好。下面我就同大家逐一講解6個實用解決方案。方案1，同銀行商討還息唔還本，即係暫時只需要還每個月供款嘅利息部分，本金部分可以遲啲先還，通常可以安排6個月至2年不等。好處係咩？即刻減輕每月供款壓力，可能由原本15000蚊供款減到7000至8000蚊，保住層樓唔會被收，維持信貸記錄。點樣申請？要主動打俾銀行客戶經理，準備好證明文件、失業證明、醫生紙，如果因病、收入減少證明等，通常銀行都會願意商量，因為佢哋都唔想收樓，最好喺你未開始逾期供款之前就已經申請，成功率會高好多。方案2，申請延長還款期。第二個方案就係延長還款期，例如原本仲有20年還款期，申請延長到30年。點樣計法？原本借300萬，20年還，每月供15000蚊，延長到30年後，每月供款可能減到11000至12000蚊，每個月即刻減輕3000至4000蚊壓力。適合咩人？預計財務困難會持續一段較長時間，年紀唔太大，因為還款期通常不能超過借款人65歲。第三個方案係轉按，即係將層樓由甲銀行轉去乙銀行做按揭。點解轉按可以幫到手？新銀行可能俾更高成數按揭，等你有多少少周轉資金。新銀行可能提供更低利率，減輕供款壓力，可能可以套現多少少現金嚟渡過難關。不過要留意，而家利率環境可能同當初買樓嘅時候唔同，轉按都有成本，要計清楚律師費、評估費等。你要通過新銀行嘅審批，如果已經有逾期記錄呢，就比較難。方案4，出租物業。分租第4個方案比較實際，就係考慮出租或者分租個物業。有幾種做法：1，全屋出租，如果有其他地方住，可以全間租出去，租金收入用嚟供樓。2，分租房間，如果自住，可以分租1至2間房出去，用租金幫補供款。我有個觀眾之前失業，就係靠短租分租2間房，每月收到8000蚊租金，咁啱好夠供樓，撐過咗最困難嘅1年，而家已經揾返份工。方案5，出售資產，可以考慮出售以下嘅資產：第1，股票、基金投資；第2，保險儲蓄計劃，咁樣可能可以提早取回部分金額；第3，出售汽車，如果大家可以改用公共交通；最後出售其他非必要資產。方案6，有秩序咁出售物業。點解叫有秩序？與其等到被銀行收樓，不如自己主動賣樓。你可以控制賣樓時間同價錢，賣咗樓之後可能仲有錢剩，可以東山再起。好處係避免破產記錄，可能仲有資金可以重新開始，減輕巨大心理壓力。我知賣樓係好痛苦嘅決定，但係有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賣咗樓之後租屋住，等經濟好轉再買過，總好過被銀行收樓一無所有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感動嘅觀眾來信，呢位陳先生上年因為公司裁員突然失業，就快供唔起層樓。陳先生喺信入邊話：叻媽，我舊年年底被公司裁員，層樓仲欠銀行300幾萬，每個月供款要15000蚊，真係壓力爆煲。我鼓起勇氣同銀行商量還息不還本，結果銀行批咗1年嘅緩衝期俾我。嗰一刻，助手哥哥嘅說話真係俾咗我好大支持。呢一年我努力揾工，同時密切留意樓市走勢。上個月見到樓價開始回升少少，我即刻將單位放售，最後竟然可以平手離場，冇賺冇蝕。如果唔係當初爭取到還息不還本，我可能喺最低潮嘅時候被逼破產，一無所有。聽到陳先生嘅故事，係咪好有感覺？佢願意分享，希望幫到其他有需要嘅人。我成日都講，市場有波動，如果啱啱好喺最差嘅環境要賣樓，真係好慘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強調要俾自己多個選擇，留多啲空間。
我成日都用一個例子講述，如果全部強積金都係香港基金，2023年退休同2025年退休攞取強積金已經係兩個世界。同樣道理，賣樓時機都好重要，有個緩衝期就可以避免喺最差時刻被逼賣樓。有觀眾可能會問，如果係因為自己或者家人生病，醫療開支大而供唔起樓點算？你可以申請傷病津貼或者社會福利，同醫院商量分期付款。如果已經收到銀行律師信，都仲未算太遲。即叫做一、聯絡銀行商量和解方案；二、尋求專業法律意見；三、聯絡民政事務處或者社會福利處尋求協助。講咗咁多解決方案，其實最重要係預防勝於治療。叻媽建議大家保持6至12個月嘅應急錢，呢個係我成日講㗎。定期檢視自己財務狀況，如果發現供樓佔收入超過50%，就要警惕，保持技能更新，令自己更容易揾到工作。各位觀眾，人生總有高低起伏，供樓遇到困難並唔係世界末日。記住我哋今日講嘅6大方案：一、同銀行商討還息唔還本；二、申請延長還款；其三、轉按至其他銀行；四、出租物業或分租；五、出售資產；六、有秩序地出售物業。叻媽最後想話，樓只係人生一部分，唔係全部。身心健康、家人關係先至最重要。從陳先生嘅例子，我哋睇到，凡事讓自己多一個選擇，結果就可以完全唔同。無論遇到幾大困難，都總有辦法解決。最重要係保持正面心態，積極面對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面對供樓困難，請分享呢條片俾佢，等佢知道前面仲有好多出路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下面留言，我會盡量回覆大家。